第7届咱台湾食安论坛伫咱台科技大厦顶场，邀请9位产官学界代表，分别针对食品安全影响、强化外销食品食安以及食品业者影响发展3个主题做分享讨论。好，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好，我们建构这个平台呢，已经有几年。好，最重要的是我们收纳了这个台南地区产官学界各方面呢，我们从食品的生产、加工制造到它的销售通路那各方面各个节点我们共同来把关。那有一些全国性的问题呢，我们也做了相当有效、快速完整的一个处理。那最主要是我们做了相当多的预防的动作。那我们今天这个食安论坛这个平台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的机制。在场有公部门、食品业者、消费者代表以及关心食安问题各界人士参与，希望用公平客观的论述，协助食品业者伫食安管理会当更加完善，让消费者袂安心。台南新闻顺怀采访报道。